大家好，我係大老鼠兒童戲劇團嘅朱姐姐。我哋快樂學嘅課程係令小朋友咧喺戲劇嗰度可以快樂成長，提升佢哋嘅生活能力。針對唔同嘅小朋友嘅年齡設計唔同嘅內容。2至3歲嘅親子，我哋係建立咗好多唔同嘅親子遊戲，令到佢哋同爸爸媽媽都可以建立親密嘅關係。3至4歲嘅幼兒，激發佢哋嘅想像力，學識扮演角色同埋合作。5至6歲，冒險故事，提升佢哋嘅語言表達同埋創意思維。7至12歲嘅兒童，我哋學習文化理解同埋創意解決問題嘅能力。13歲以上嘅青少年，探索角色內心，建立批判性思維同埋發展舞台表現力。我哋嘅課程係幫助小朋友提升3Q 同埋 Shine 嘅5大能力。歡迎家長帶小朋友過嚟一齊體驗我哋嘅快樂學課程。